小优不洗头比较美啊。就是说没化妆太丑了嘛，是不是？就说是要化妆，就不晓得。我要化妆不理你。什么叫转大人？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你们都喝着益生菌。屁啦！你别乱讲话，我哪有说我要吃药什么肉体什么送他？在讲什么？我在香港啊，哪有可能啊？那香港疫情那么严重，害故意。不要跟我讲那个人了，他当然伤我伤人身啊！那个气死人了，别理他。早就洗好头了。洗了？这看不出来有洗吗？那么严重哦！祝你开幕顺利哦！废话，洗头当然连脚也可以洗啊。现在到底几点啊？才8点了，那么晚，那么早。你们刚刚加我 IG 啊？等一下去 IG 直播。我没有跟你们讲哦。等一下我要去 IG 直播呢。等一下去 IG 直播，要加的赶快。交换版啊，你看。没有只有卖这只。那鼻子我怎么觉得一天比一天还歪啊？越来越歪耶！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把它调整，还是我反而去弄它，它就会越歪所以反而不要再去压回去了，是不是？X I A O Y O U 2珊珊呐！好啦，我这边打啦，来啦！超8点半吧。X I A O Y O U 233，他没有 IG 哦，那么在不要弄来，你就把他荧幕录屏给他看啊，那他是谁呀？我根本不认识他。